乡亲啊，这个6月初1，翠庵就要来解禁，全国的翠庵大厂会当回归市场，开始来买卖翠庵。这中华出名的大厂嘛，开始来征才，要来招募品检员甲机台的技术员。因为翠庵一个解禁，帮做翠庵的国军嘛要来退场，加上国内外订单已经超过1亿片咯，都要赶紧来找骹手，才有法度来应付到一天100万片的翠庵的产能。中华翠庵大厂打广告要征才，招募品检员甲机台技术员。因为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宣布，翠庵6月初解禁，伫工厂帮忙的国军5月底嘛要全部撤退。最近的那个国军支援达到差不多41位就2班41位左右。那我们也要积极在那个征才差不多20位来敢补足。伊要请人，就是因为翠庵解禁，工厂开始接到国内外订单超过1亿片，国军退场，生产的战力一定减半。正常每天生产60几万片，所以我们要缴给政府22万片，有2/3可以自我贩售。业者嘛开始想办法，要应付大量的出货。虽然回到自由市场，介绍会安怎定呢？原料股片都涨相当多平均算起来大概100多%零售价大致会在10块钱左右。业者讲，翠庵的关键材料就是过二层，国内只有5、6间厂商在做，需求量增加，价销嘛起1倍到2倍。未来翠庵可能会1片7块到12块，不过也是持续提供1/3的翠庵量予政府征收，国内民众每礼拜也是当买到1片5块的翠庵。